义务消防人员热心奉献、唔求回报的精神，本人佢更庇佑。接下來我帶大家認識的業務員，業務上台人，如係消防員。新竹縣二小總隊幹事彭文賢，已經過世的阿爸陳勝寶，睇日本書嘅如係消防隊上批人，還係二小總隊長。彭文賢的奶爺彭樹亮，即係消防設備施工會理事長，上台人如同消防有關係。彭文賢錄下還留戀日本書嘅有貨用嘅消防防補茶、消防衫，還有幾多相關嘅老相片也都，如像係一座細細嘅消防文物館。是誰是空啊？爸爸去救火，暗晡啊，半夜1、2點，糖豆甲救火台上就是下了，掉人下就是從那裡救火，從誰是空到台嚟啦。拿出36年前能做二小世界的消防衫，新竹縣二小總隊幹事彭文傑有改多嘅回憶。呢套消防衣啊，係石棉做嘅，石棉做嘅，你要進入火場嘅時候，必須要水淋過，水淋過以後要做嚟進入火場，冇咩會少得嘅。但是呢，你啊，老兩下喺社會嚟講冇共樣咧，兩下社會嘅耐熱度更加好過啊，所以你還是不願淘汰嘅。彭文賢做二小作為32年，屯消防單位聽傳入火場救人，為做二小其實係受到已過身的阿爸陳勝寶嘅影響。陳勝寶聽日本書嘅係消防隊上批人，蔡生還係二小總隊長。我哋個長久嘅無糖了啊，聽到佢考中嘅時候，你要走進調喺度去喊爸爸火小木咧。係我哋是要聽到嘅拿三杯酒，當我要讀小學以上嘅，你個動作係喺度做，但是我個頭上差，基礎頭先我做好吧，許多時個用個人係不錯嘅，就咁樣樣咧，世界上訓練開始對是愛對着消防嚟嚇，有用心。楊子也是強下做二小，隨理來火力氣。陳勝寶對彭文賢的要求不嚴格，因為佢嘅素材也係很賴嘅總工錢。像阿爸土地救火嘅，一門向會說這個賴誰去啊？佢有一擺形容佢小時嘅時候，佢鐵台小縫嚟啊，家屬要求講我上去看，阿爸就講：哎，彭文賢你來。上去，我個台縫腳唔怕冷啊，我冇變上啊。其實係3-4條水管，集中都喺頭前設個台，設備冷，咁樣上去。上去以後水見先嚟，見先嚟哦，冇子會擋唔掉哦。咁你什麼辦法啊？水的養成力量，哦。所以，也日本史料嘛。陳勝寶對消防工作嘅熱心，親屬有抄有整理嘅改道消防機器基本操作嘅書，彭文賢都用心留戀。幾位老當初嘅警校嘅小隊長嚇，向我研究所謂的桂枝涉水，加空隙嗰些啊，去共同研究出來桂枝涉水。唔單止保留書抄本，就連日本書嘅消防相關嘅物品都完整保存下來。幾套消防裝備，包含頭盔、衫褲、布頭都有，甚至還有日本書嘅消防幫補茶，看就冇看過。第一隻會地位嚇，我使用嘅係水桶，水桶乾水，乾到黏以後，第二隻乾啊接到個嘢水源嘅，為啥？水源咁。等於水嘛乾黏啦，乾黏以後讓佢傾向有水樣咪接出來。因為工廠嘅部分，我看佢有個危險物品喎，佢講有標危險物品嘅話，佢發圖嘅方式還有冇共用？公共區域嘅地方，佢要好注
注意的地方係佢嘅逃生動線，逃生動線牽扯到是，迄旅客跳島的話，你的避難動線冇的話，會發生比較大的災難性。從小就睇下你嘅環境，彭文賢嘅禮嘅彭數量未做消防有關嘅業嘅，做消防設備時，屯出出商業空間做消防規劃，享受阿爸同阿公團結特殊嘅精神。4空下爸爸去救火，暗晡啊，半夜1、2點，通到甲救火才會上，其實下來教練下就是從那去救火，從小是看到太累啦，變到我哋看到人，我倒不如我去做前端的預防的工作好了，高人用慢人去預防，唔係講伊真的發生狀況的時節，要先記得去救火，我設備做到好的時節。後半年的救火是好簡單，好唔會咁多火災的發生。看到阿爸仲係全熱火場，面對生死入項目當中，彭數量決心要做好頭前的預防，來減低發生火燒火的機會。不會驚啊，當然唔會驚。頭班阿爸是出過事情敗啊，佢救火時無可能不開門關起來，個玻璃當盤衝啊伊大動脈盆骨度，也會擔心會驚啦。可是佢嘅興趣是安尼。救人擺第一啊！都火場口破壞用啊，布條啊，哦。對日本書的開始，陳勝寶、彭文賢、彭數量一鑊3台消防員，可能熱心，喺在海當中挺長久，唔驚危險，唔驚苦，犧牲奉獻的精神，熱度恢復。